3:3 is tea time。今次何同帶你哋嚟到丹麥哥本哈根，應該係世界最獵奇嘅 fine dine， 使用五感嚟享受美食，獲得米芝蓮2星，2024年50大餐廳排名第8，主廚獲得2024年 The Best Chef 嘅 Alchemist， 用餐時間6小時，30道菜，成為大約港幣7000蚊一個人。一齊嚟睇下佢值唔值得。等我略略講下佢講咗啲咩。喺2015年 Alchemist 啱啱開喺哥本哈根嘅市中心，嗰陣時每輪淨係可以做到好少人數，跟住喺2019年佢哋搬去佢哋嘅儲物倉，地方更大，令客人有更加好嘅體驗，更加感受到主廚嘅理念，重新定義餐飲嘅概念，將美食、藝術、科技等等融合埋一齊。依家每輪可以招呼50個客人，帶我哋去7間唔同嘅房間，用視覺、聽覺、觸覺、嗅覺同味覺感受主廚想帶出嘅信息。跟佢去第一間房，呢間房間會隔一段時間轉第二個主題，因為想保持翻呢間餐廳嘅神秘感啦，同埋唔想影響想去嘅人嘅體驗，就唔喺呢度話你哋知入面發生嘅嘢。想知嘅人可以留言或者喺 IG DM 我哋，我只可以喺呢度話你哋知。我同我朋友喺呢間房，好驚訝佢哋做嘅嘢，同埋笑得好開心。嚟到第二間房間，喺呢度我哋會食6道小食，可以講係成個餐單嘅第一部分。講下呢間房間，呢度俾我嘅感覺係輕輕鬆鬆咁坐下，同朋友傾下偈，飲下酒，準備心情去今日嘅戲肉。呢度主要係佢放酒嘅地方，成棟酒場有成13米高，放咗世界各地唔同嘅酒。而佢呢度仲有個小型嘅廚房，呢個廚房主要係研發啲新菜式啊，同埋會喺度製造一啲要用到科技同技術嘅菜式。跟住講嗰6道菜都會喺度製作。第一道菜係杯初菊形狀嘅 cocktail， 初菊係丹麥嘅國花，喺北歐亦代表母親同新生。杯 cocktail 嘅口感就比較結身，有啲似蛋黃，酒精唔係好重，主要係金桔嘅味道。跟住嗰度叫做煙球，係一粒空心嘅脆波，上面配咗靚 Langostin tartar 同埋魚子醬，一咬落去，成個波入面都係煙燻煙，因為嗰粒脆波可以 keep 住煙燻嘅香味，令到整道菜升華咗。跟住係一杯凍嘅濃縮辣沙湯，呢杯嘢個味道冇乜特別，特別之處係佢印咗科雲來嘅圖案，但係我係唔知咩嚟嘅。嚟到最經典嘅菜叫做蛋黃膜，佢用番茄整成0.5mm 厚嘅薄膜，而入面包住蛋黃同 Comté cheese。呢道菜輕輕用2隻手指拎住，然後一放落口，入面啲 cream 就會爆出嚟，慢慢仲會散發出黑松露嘅香味。跟住嗰道係叫做 Bikini Tapas， 鹹香幾好食嘅，但係其實就係炸芝士年糕加 ham。最後一道嚟一球酒，因為佢將 tonic雪凍至零下80度，入面仲放咗絲不妨嘅果醬，變成咗一個可以直接用手拎起嘅 cocktail。準備行去第3間房，亦都係成晚最主要嘅部分，餐單上面嘅 part 2。呢個部分亦都係主廚用食物傳達得最多想法嘅地方。主廚更加用100萬美金興建半圓球體嘅屏幕天花板，震撼我哋嘅五感，更好地接收佢嘅信息。介紹主菜之前，直接俾大家睇晒我睇咗邊幾個主題，雖然我睇唔晒全部，但已經夠晒嘆為觀止。Let's go！
睇完咁多個之後，唔知大家最中意邊個呢？有幾道菜都有佢對應嘅影片。跟住落嚟睇下大家配唔配得返。第一道菜個名叫1984，靈感來自於一本小說，本書係講關於反烏托邦政府如果過分控制嘅後果。呢道菜係眼球嘅原因係生活喺社交媒體嘅底下，長期俾好多個眼球監視住。呢道菜由面去到底一共有4層，別係鱈魚眼膠、魚子醬、星子、青口、白魯筍 cream 同埋一啲 nuts。呢道菜食落去好有層次同口感。跟住係一道炸龍蝦鉗，用炸粉模擬個龍蝦殼，入面都係龍蝦肉，而隔離個醬係混合咗煙燻奶油、辣椒，上面仲滲咗啲番茄粉。跟住係一道關於環保意識同埋海洋保護嘅一道菜啦。佢用咗好彈牙嘅鱈魚面珠燈，再炸咗佢，配上芝士醬，上面嗰啲假塑膠係用咗海藻同埋魚皮湯嚟製造嘅，整成好似薄脆嘅口感。呢度叫做蟹多士，上面用咗丹麥啡蟹肉、帶子，再配咗一個帶子殼同蟹殼整成嘅醬汁，佢整到好似蛋白咁滑，再配咗一個烤過嘅麻油。噔噔，呢度係關於一個科技嘅菜式啦，將食物混合咗 3D 打印技術，將一張人物照片頭像用谷芋泥去打印出嚟，再配上呢個谷芋泥餅。嚟到一道著名菜式叫做 Tongue Kiss， 用咖喱成為餐具，盛住牛肉撻撻，模擬法式新聞嘅效果。嚟到全晚最獵奇嘅菜式人頭羊腦，主廚為咗尊重動物，盡量用晒動物嘅每一部分嚟做食材。佢用咗羊腦整成 mousse， 再配咗 cherry jelly 同一塊薄脆去增加口感。但係呢道菜我仲食到少少腥味。呢間餐廳終於唔理人嘅感受，叫人食空氣。麵包佢用27層馬鈴薯澱粉，即係生粉整成嘅。佢上面搽咗洋葱汁同埋牛油，然後拎去焗完捲起再焗。為咗做出麵包好似啱啱焗起嘅香味同效果，係用咗蛋黃、牛油同埋酵母整成一個泡沫醬，再配咗一個19年嘅西班牙火腿，令到個麵包又脆又香，食落去真係好似意大利或者西班牙喺街頭好多人排隊嘅 sandwich。呢道菜叫飢餓，係2塊生嘅兔肉火腿，食落去好似 dry aged 咗嘅生雞胸，再煙韌少少。為什麼要吃兔兔？佢講因為兔肉係最可持續發展嘅肉，同埋提醒大家，雖然每年食物數量增加，但係飢餓嘅人亦都增加咗。呢道菜係模仿秘魯嘅一道菜 cachapa， 咁個樣同食材當然好唔同啦。出面嗰層粟米形狀嘅粟米餅係用咗丹麥本土粟米同埋秘魯嘅白粟米，而入面個假芝士係用咗牛奶蛋白、habanero 辣椒水同埋用 starch 整成拉枝嘅感覺。終於嚟到 Alchemist 大名鼎鼎嘅環節，食蝴蝶。呢道菜係模仿啲蝴蝶撞落個玻璃嘅效果，食嘅方法係用刮刀刮佢出嚟，其實冇咩味，完全唔知自己食緊啲咩。再嚟多道經典菜式 Burnout Chicken， 係想話俾大家知雞有雞嘅自由，等我哋拉翻出嚟救翻佢，唔好將佢放喺一個咁細嘅籠去飼養。所以我不嬲支持走地雞，入面係一個炸雞肉波，醬汁就好似泰式同韓式混合嘅甜辣醬。我諗緊個雞腳點解咬極都咬唔開嗰陣時，菜就嚟咗啦。佢係一個去咗骨嘅炸雞腳，非常香口，隔離再配咗一個肉骨茶味嘅冬陰功。最後5道菜終於嚟到甜品，模仿泰國甜品 Lok Choon， 佢用咗椰子水代替椰奶同埋木薯粉代替班蘭去增加口感，佢仲加咗綠茶同啲 herbs 去增加風味。呢個雪糕個名叫反射，係想反映翻丹麥依家迅速發展，所以用咗一個50年前嘅舊式甜品 Eskimo Ice 配搭一塊咁有科技感嘅黑加侖子脆片，造成一個鮮明嘅對比。嚟到大名鼎鼎嘅吶喊，唔知佢點樣做出嚟啦，但係幅畫就少少脆，口感有少少似紙，跟住畫下面用咗藏紅花、金骨同埋利口酒整成嘅 mousse。呢道菜係有少少秘密，就唔話你哋知啦。最後食到吶喊咁嘅樣，呢道菜個名叫 8 Layers of Life， 係致敬翻一個女仔用1條命因為器官捐贈救翻8條生命。呢道菜有8種味道，分別係車厘子、神花、黑橄欖、鹿血、可可豆、黑糖、黑胡椒同埋檸檬。嚟到主場最後一道甜品叫做 Guilty Pleasure， 入面係一個棺材樣嘅朱古力巴條，配咗一啲焦糖同脆脆，中間仲夾咗啲芒果醬，
而出面係一個假包裝，話俾大家知朱古力嘅勞工係不斷俾人剝削。主菜同甜品食完之後，入第4間房之前，服務員好神秘咁樣叫我哋着鞋套同埋圍裙。第4間房間 Alchemist 都係會定期更換嘅。今次入去係間純白色嘅房間，有人喺上面畫咗啲畫，然後中間坐咗一個人。入到去之後，啲音樂同氣氛俾我嘅感覺係超級 creepy。嗰陣時心諗，食完主菜係咪要食咗我 The Menu 同埋漢尼拔咁樣？坐低之後，佢會揀隻顏料俾你，隻唔同嘅顏料都有寫住唔同嘅形容詞。攞到顏料之後，佢換咗首令人興奮嘅音樂，同埋變咗迷幻嘅燈光，跟住抒發你嘅壓力，邊跳舞邊喺牆上亂咁畫畫，好似變翻細路仔咁樣。呢一部分我實在太陶醉，所以我冇影到俾大家睇啊。同埋呢間房都有個少少嘅彩蛋，俾少少提示俾大家。我喺度食埋佢第25道菜，睇下大家估唔估到道菜係邊一道？抒發完壓力之後，我哋去咗參觀佢嘅廚房，亦都係第5間房間。呢度睇翻頭先食過嘅嘢嘅製作過程。呢塊屏幕非常重要，因為每組客人嘅進場時間係唔同嘅，用嚟帶領 Alchemist 140名員工喺接待客人方面唔會出錯誤，例如出菜順序同埋客人對咩嘢有敏感。呢樣嘢我喺第2日去完 Noma 之後覺得更加重要，原因我就留翻下次先講。參觀完之後上到嚟最頂層，可以從高望下我哋喺 Alchemist 去過嘅房間，同埋喺邊度控制影音。去到第6間房間係一個 lounge，喺度食埋最後嗰幾道小甜品。呢個係一粒糖做嘅假琥珀，一粒薑糖入面包住隻真馬梨。大家如果會去嘅話，一定要叫呢杯凍咖啡。跟住係一個鴨油焦糖脆餅。嚟到尾二叫做 Pantemela， 入面係雲呢拿醬同烤杏仁，最後係鬍鬚形狀嘅朱古力，入面有少少梅嘅酸味。食完晒30道菜，我哋搭翻 lift 落去最後一間房間。最後一間房間係一間小黑房，然後四面八方都密密麻麻地寫住一堆英文字，而呢堆英文字係寫住正面同負面嘅生字，應該係想表達翻一翻去現實世界之後，要接受好同壞，每樣嘢都有佢嘅利與弊，唔好淨係諗死一邊。喺呢間房間慢慢咁反思完，收拾好心情，拎起我哋嘅包袱，翻返去真實嘅世界，繼續做社畜。唔好諗咁多嘢，跟住落嚟我會講下我嘅感想，同時會播出我頭2日喺丹麥食咗啲咩嘢，玩咗啲咩嘢。首先講呢個價錢值唔值得啊？我覺得係值得嘅。不過如果你諗住係平常嗰啲 fine dine 咁樣，或者你係第一次食 fine dine，就不建議了。佢啲食物雖然話唔差，仲幾得意，覺得係好玩大過好食，似去咗啲樂園咁樣。主要係體驗同埋感受氣氛，呢個係我中意呢間餐廳嘅原因。佢俾到好多新意俾我，我喺嗰度感覺好似邊聽古仔邊享受食物，同時又有得玩又有得睇。務員俾我嘅感覺仲要好似10個對1個人咁樣。不過呢間餐廳嘅負評都唔少，我承認每個人中意嘅嘢都有唔同，佢亦都比平常餐廳較獵奇，比較難以接受。呢間餐廳亦都係因為佢嘅頭銜同名氣，可以講係美食家 fine dine 嘅 foodie 必去嘅餐廳。同埋呢間餐廳咁難 book，去之前都會有研究一下。但係坐喺我隔離嗰對夫婦，同埋上網見到一啲文章，話過嚟唔係想聽主廚嘅理念，感受到壓力，淨係想安安靜靜咁樣食好食嘅嘢，就咁樣同服務員講。咁我又覺得你任何知少少呢間餐廳嘅嘢，如果淨係為咗好食，係一定唔會去呢間餐廳。再加上其實呢間餐廳啲食物係唔差，要新意有新意，要突破有突破。但係感覺佢用咗好多東南亞嘅香料同埋食材，整到會有東南亞嘅口味。咁對亞洲人的確係會有啲普通，只不過佢表達嘅方法同埋食材嘅處理技巧真係只此一間。講下關於大壓力方面，亦都有可能因為年代唔同，因為我同我朋友真係笑得好開心，玩得好開心，好盡興。但係佢哋可能就覺得我山長水遠過嚟度假，過嚟食嘢，仲要喺度聽你講古，仲要講6個鐘。如果真係咁樣，冇抱住一個嘗試去理解或者融入嘅心，咁一定係唔會中意嘅。即係叫一個上咗年紀、失去咗童心嘅人去迪士尼，我相信9成一定唔會中意。好的，感謝聽我廢噏完。預告一下，下一集係 Noma。